你把几个下来就上班了。我想。将你的手机关做静音，或者是关掉。
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焦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宽容甲你的阳光。咱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请咱起立来吟。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万权的上帝，愿正受敬调的囝儿，聚集伫你的殿院，我们用感谢甲学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搁一摆来立志，献家己的身躯做活活的祭，来互主欢喜。愿你的圣神临在充满伫阮的会中，互阮分别做圣，每一个人成做上帝你圣洁的器皿。恳求你帮助阮，用圣洁甲正直的心志来侍奉你。主啊，阮正有侪囝儿，只是要同心恳求你体贴阮肉体软弱，求你用你丰盛的慈悲擦消阮的过失，求你洗清阮一切的罪，为了阮创造纯洁的心，互阮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求你指示阮，你要爱阮行的路，互阮无摇绝颠到来得罪你。指示引带阮行伫你的道路，带阮每日三思的，拢是你的律法，互阮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来结果子。伫即个抬杠节的节期，阮众百姓
准备心来迎旨救主耶稣的出世甲临在，愿阮用疼心来相联系，用感谢甲学乐，成做阮生命的本质。无怨恨，无怨言。虽望阮中间有人身体病痛，家庭经济出问题，阮有缘深信，只要阮倚靠你，凡事拢会通看见上帝的大能力。因为你的业力，乃是要互听主的人凡事得到利益。所以，无论阮要安怎样得罪你，伫阮人生的路站有跋倒，阮有缘，因为你的恩典的缘故，好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你的赦免。求主体贴阮的软弱，阮会当伫你的会中得到你的恩典。奉求主圣神不时甲阮同在，做阮及时的帮衬。主啊，我们感谢你，想使你所设立的圣灵教会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阮正当工甲当信，要更较谨慎固守，认真勤俭，为着要互台湾这个土地，因为阮所领受的恩典来得到润泽，互台湾的百姓因为听着福音来得到得救，诚做新创造的人。愿阮的学乐甲感谢，诚做芳芳的祭，请到你的宝座前，求主来感纳。阮也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人亲像伫天灵。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煞只交读启文来敬拜。启文第15篇，启文第15篇，诗篇65篇。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学乐伫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伊拢欢喜。上帝河伊的水满满，你灌入田园，满伊的沟，修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麻来扛。咱继续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313首，圣诗第313首，请起立来吟。
济。这是要请圣乐队来带咱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是，请紧来。我爱亲爱的主，所
是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是诗篇第134篇，甲141篇第2节。诗篇第134篇，看耶和华才会奴仆，眠间踮耶和华厝内的，恁拢着学乐耶和华。恁着圣所举起恁的手，学乐耶和华。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锡安祝福气互你。第141篇第2节，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伫你的面前，愿我举起手，亲像应时的祭司。以上，愿咱用心来听上帝的话。咱今早起正道是咱的蔡主任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万国祈祷的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万国祈祷的殿。万国祈祷的殿，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咱是仰望上帝的圣殿，而且即个咱是指教会，就是讲一群被上帝呼召来到伊的面前的人所组成的教会，在上帝来看是仰望上帝的圣殿。然后耶稣也安尼讲。耶稣引用旧约讲，我的圣殿的确称作万国祈祷的殿。所以咱若即两句圣经节，咱做伙来看的时，咱就知影，就是讲教会被呼召来成做万国祈祷的殿。所以，如果咱若真知上帝意爱咱成做万国祈祷的殿，咱就必须要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所以，牧师要利用今早起所读的诗篇134篇，以及141篇的第2节，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个信息。望咱双连教会真正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静静听候你，求你对阮讲话。阮确信你的话是有气力。会通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我也确信你的话所想事的气力，会当透过阮的实践，互人得到祝福，互你的名得到荣光。所以主，阮只是要静静听候你，求你对阮讲话。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所以，咱是万国祈祷的殿，咱望会当将双连教会变做一间祈祷的教会。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134首，134篇，这是诗篇中间上架的诗吼，华语是叫做上行之诗啦吼。诗篇应该是对120篇开始，一直到134篇。如果你若看和合本的圣经，头前拢有一个叫做上行之诗。咱汉语本的圣经是写做上架的诗。为什么叫做上架的诗？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伫一个较悬的所在，所以所有的百姓要去朝见上帝，要去圣殿敬拜的时阵，拢要对即个较低的所在，一边爬上架，一边就吟诗。所以因的吟者会叫做上架的诗。这上架的诗吼，牧师过去讲过，通常拢是用启用的方式安尼吟，鼓励因一步一步往上帝的殿要去敬拜。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首134篇，这首较特殊，伊应该毋是一边行一边吟的诗歌，伊是伫即个圣殿的暗节要结束的时阵所吟唱的歌。圣殿的暗节通常伫秋天来举行，信徒会伫圣殿中间聚集伫遐敬拜，一直到暗时才会结束。伫要结束之前，祭司会分哨角通报讲即个祭典要结束啊。
所以这时阵所有的人拢爱离开，大家依依不舍，就要回去厝里。但是当因行出这个圣殿门口的时阵，因回头看，有一群人犹原伫圣殿中间爱接受因的职责，因为当时规定爱有3位祭司，以及24位的利未人，阁有几位守殿官，因会伫圣殿中间规暝伫遐服侍，一直到天光为止。所以当即群人因要回去，随到门口，因看见也有人伫圣殿中间要继续因的服侍的时阵，因就对因唱一首诗歌的第1节甲第2节，因就会对伊讲上帝罗卜啊，爱俄罗耶和华，所有伫暝里伫圣殿侍奉的人，拢爱俄罗伊。恁爱伫个圣所举起手祈祷，恁爱俄罗耶和华。当因对即个用即款的诗歌去鼓励即个规暝伫遐守夜班咧祈祷的遮个祭司甲利未人，然后因也回应讲，就是咱所读到的第3节，因就来祝福讲，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錫安赐福互恁。然后接续即个暗节就结束，所有的人拢离开，这是上帝罗卜，犹原爱接受因的使命，一直到天光。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要透过所读的这段经文，做伙来思考，咱安怎互咱的祈祷充满咱的教会？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为什么一间教会爱诚做祈祷的教会？因为祈祷会带来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当互伫黑暗中间的人充满盼望。伫这段经文中间，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是安尼讲。第1节，伊讲耶和华的罗卜每时徛踮伫耶和华的圣殿中间，恁着俄罗耶和华。咱来注意这节圣经节，伊有2个真重要的字。第一字就是每日，夜间，每时代表哪？众人拢夜深，拢要回去休困。拢渐渐无警醒的时刻，同时暗时也是代表上界黑暗的时刻。然后你还有一字真重要，叫做徛。徛是代表警醒，对无？那会晓徛咧困的人，迄算做足够的人。一般的人徛咧，你就无法度困嘛，代表警醒。所以伫遮咱看见到有一个真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祈祷是伫咱个人生命，还是教会，还是讲咱社会发展上上界黑暗的时阵，更较重要。因为黑暗会互人爱困，黑暗会互人惊吓，但是祈祷会带互人警醒，祈祷会当互人勇敢。互人会当平安去经历这个暗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日咧读这段圣经节，咱来思考，其实咱这个时刻应该是有历史以来上界黑暗的时刻。如果你若拍开电视、拍开报纸来看，四围拢充满了凶杀暴力，差不多逐工拢有无好的消息发生。真正所有的新闻中间有好消息的无真济。咱每一工咱台湾拢会选一字叫做咱今年的代表字。前几工有选出来，大家毋知敢知影？苦嘛，咱台湾人苦袂了，因为咱活踮一个苦痛的时代嘛，外在环境真艰苦，内在心灵也嘛真艰苦。咱面对真大的苦痛，若是安尼，教会伫今仔日世界中间，爱做啥物款的见证？教会伫今仔日的世界，咱爱传讲啥物款的信息？教会伫今仔日世界中间，咱应该爱用敬信祈祷来帮助咱的教会、咱的社会度过暗暝，
互咱的世界当赢指即个黎明。教会应该伫即个时刻，互世间人知影，检查众人拢咧困，拢无警醒的时刻，伫黑暗中间，也有一群上帝百姓，继续咧为着即个世界咧祈祷。因为祈祷至少会带来三种影响。咱对耶稣基督克西马尼园的祈祷，咱会当知影，第一，祈祷是咧敲找上帝的心意。祈祷毋是干那咧对上帝讲话，祈祷另外一个功课，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听上帝的话，去敲找上帝的心意。所以，如果伫即个时刻，教会会当透过祈祷来敲找上帝的心意，伊就会带来第二个影响。教会每一个信徒得明白家己的责任，咱伫即个世代的责任，咱要安怎做，才真真正正会当减轻即世间的苦难，互即个世间对黑暗会当看见着迄个光。然后，当咱明白家己的责任了，透过祈祷，咱嘛得到实践的力量，互咱会当真真正正将上帝交代咱的责任，透过咱的实践来满足上帝的心意。这是祈祷会当带来三种影响，但真可惜，今仔教会无祈祷，无要祈祷。教会中间，所有的聚会中间，应该是祈祷会，是人参与上介少的。上帝赏赐予咱遮尔大一个福气，遮尔大一个权柄，但是咱无要使用。我伫一本册中间看一个见证，一本册的作者，伊讲伊去参加1989年伫马尼拉举行的第二届的一个福音会议，叫做洛桑福音会议。伊去到即个会场中间，伊就去请问即个负责视察大会的即个同工，因为即个福音会议是全世界各国的教会派代表来遐做伙组织，做伙参详讲咱要伫即个世界做见证、传福音。因为大长聚会时间，要分组、分国家，无共款的国家去聚会，去参详因的国家要进行福音的事工。伊问这视察这大会，这同工讲：啊，你看到啥物？你看到啥物？这同工回答了真趣味，但是嘛，互人感觉真艰苦。伊讲，伊伫美国人的会议中间看见黑人咧埋怨白人；伫日本人的会议中间看见福音派咧埋怨灵恩派；伫德国人的会议中间看见神学家彼此埋怨。但是伊讲，有一个国家真特别，伊讲伊伫韩国人的会议中间。看见大家做伙跪咧祈祷，现在兄弟姊妹伫祈祷的事工顶面，咱确实爱韩国教会学习。为什么因会遐尼重视祈祷？我伫瑞士进修的时候，我的室友是韩国人，佮另外有2个同学总共有3位韩国人，我甲因接触，因拢是真爱祈祷的人。甲我带做伙即个韩国人。伊真用心咧操练伊的祈祷，我亲目睭看见伊咧安怎祈祷。人讲亚洲这教会吼，韩国的教会是祈祷的教会，日本的教会是读圣经的教会，咱台湾的教会是啥？唱诗歌的教会。咱今仔日诗歌敢真正唱会赢人？为什么韩国人会遮尔重视即个？祈祷其实甲因的历史有关系，因为咱看见着韩国伫1950年代甲1960年代其实迄个时阵教士甲咱台湾的教会差不多，拢只有3%的基督徒，但是咱看今仔日已经成长到超过30%。为什么安尼？因为因的历史中间有一段时间。真重视祈祷。好，牧师甲大家小可来分享一下。伫1950年代，1950年的6月25，有一个战争爆发，就是韩国
南北战争爆发。这北韩的军队伫苏联的支持下面，开始向南边进攻，因超越过38度线来攻入这个南边。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造成真侪只难民对北方的所在逃走到南部的所在。所以真大批数百万的这个百姓，安尼一时对北边走来南边，造成南韩政府真大的困扰。因为这难民无所在通住，无是要通互供应因食。但是这个时阵，韩国教会做一个真水的见证，因将伊门教会门来拍互开，欢迎这难民进入教会内底。教会称做难民的收容所，礼拜堂称做临时的医疗救护站，然后安置这流离失所的这难民会当住伫这教会中间。然后教会信徒将有限的食物提给教会，甲这流离失所的可怜的同胞做伙分享。但是过一段时间了，咱知影伫战时迄食物资是非常欠缺，无偌久了，这食物就食了。所以因为安尼，韩国教会发动禁食祈祷，因透过禁食来减少这食物的消耗，但是透过祈祷来提升人的意志力，将迄个妖恶身体去提升到属灵的生命境界。因用简单的菜色、果子、甲水代替香甲米，用诗歌代替啼哭的声音。就安尼，虽然外在是真侪这枪甲炮的声音，真惊吓，但是教会内面是充满喜乐的歌声。因伫即个真困难的中间，因犹原看起迄个愿望。后来，美军的援助临到，即个食物会当得到重新供应，但是韩国教会无因为安尼就放弃禁食祈祷的操练，因为因透过即边的经历，因经历着祈祷所带来大的快乐，因明白祈祷会当改变因的命运，改变因的国家。所以看见着，对1960年代了开始，韩国教会的成长。亲爱兄弟姊妹，伫上界黑暗的时代，祈祷会带来改变。这是咱今仔日台湾的基督徒应该去体验的功课。我伫台湾的教会中间，我看见着大多数的人用大多数的时间咧为家己祈祷。总会有出版一系列的迄个祈祷的册，你敢知第一本卖了上好？为自己祷告。大多数的人拢替家己祈祷，替家己祈祷真好，但总是咱毋通将即个范围尔限制伫遮。咱要相信祈祷所带来快乐，会改变咱的社会，会改变咱国家的命运。如果大家有即款的期待，有即款的心志，咱决意要去行，咱继续来看。咱看即群祭司因安怎做？即群祭司因伫圣殿中间举手祈祷，尊重上帝，阿拉耶和华上帝。因伫遐不住不住咧祈祷。咱看见着以赛亚第56章的第7节，上帝讲：我的圣殿将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然后所有进入圣殿的人，都要透过祈祷殿、祈祷的文字来得到喜乐。这是我呢大的一个应允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祈祷这件代志是上帝所欢喜的。伊愿望伊的殿充满祈祷，要互上帝的殿充满祈祷，就是爱互上帝的殿充满祈祷的人。一间祈祷的教会，就是爱有祈祷的信徒嘛。我是何等渴慕，咱少年教会会当成做一个充满祈祷的教会。咱成做少年教会一份子，
咱每一个人拢爱装备家己，成做一个祈祷的人。咱拢有共款的经验嘛？当咱入去一个房间内底，即间房间有啥物款的味吼？咱出去了后，就会闻到即款的味，身躯会闻到即款的味嘛。我大学的时阵吼，迄阵也无啥物款的娱乐，会当去球场拍球。有时吼，我真爱去迄撞球场撞球啦。但是我逐摆若去撞球了，转去我妈妈拢知影我去撞球，因为迄阵都无烟害防治法，所以迄内底拢食薰，我家己无食薰，但是入去了，出来就有迄款的味嘛。所以咱着真清楚地讲，咱若入去一个有香味的房间，出去了你就有香味。相反，你入来一间充满属灵味的即个教会，即个人就感受到迄个属灵的味。咱讲一间寺庙吼，咱讲香火鼎盛啦，表示伊信徒真侪，香火真旺，信徒真侪。一个人入去即间寺庙内底出来，就是有迄个香的味嘛。今仔咱教会内底无用香做敬拜，但是咱来明白哦，咱用祈祷代替这个香。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讲，愿我的祈祷若亲像烧香的烟，请到你的面前，上升到你的面前。咱看启示录，安尼记载讲，每一个长老手拢摕竖琴，拢摕琴，甲缀满香的金炉。然后咱看后壁一句写讲，即个香就是信徒的祈祷。咱的祈祷会互咱的教会充满属灵的气氛，一直到上帝遐去。正信徒的祈祷，那亲像香同款，达到上帝面前。所以，若一个人咧祈祷，迄香真少；正人咧祈祷，会产生真大的快乐。所以，咱来明白全体信徒的祈祷，确实会当为着咱教会带来属灵气氛的改变，互每一个礼拜一间教会人拢感受会到。有一个真出名的布道家叫做施布真，伊牧养一间强过有力的教会，伊讲道真有气力，布道真有能力。当人咧问伊讲，你有啥物款即传讲信息？有力的秘诀，伊就传去因的教会看，传毋是去礼拜堂看哦，传去教会的地下室看。伊拍开地下室，讲每一工礼拜日的早起时，有700个人伫迄个所在咧替牧师祈祷，因为伊有遮个代祷勇士，遮个同工，所以伊的祈祷，伊的传讲是充满快乐，因为因的祈祷，互教会充满属灵的气氛，每一个礼拜的人拢感受会到。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牧师是何等较无，也会当有即款的同工。我是一个软弱而且不足的人，我实在是有真侪欠缺的人，要牧养一间。亲像双人教会即款的教会，靠我家己的能力实在是真困难。我有时知识不足，口才无好。我唯一的感觉较有自信，就是我是骨力的人。我自细汉到大，无人甲我骂过我，讲我笨蛋啦，无人安尼讲。我是足骨力的吼。但是有人讲我无够聪明，口才无好，这拢有人甲我批评过。但是你也知影，认真骨力无法度改变。这间教会需要有同工做伙来参与，咱是透过祈祷咧参与上帝的工，透过祈祷咧支持咱教会进步的快乐。所以牧师需要有代祷的同工，所以伫遮牧师爱大家知影，咱的祈祷确实会当带来改变。咱来学2件代志，我有2项建议。第一项就是咱来学习祈祷。因为虽然有真侪人祈祷嘛，无一定对，因为咱看去圣经中间讲，恁求也得袂着，因为恁南山求啦，恁乌白求，南山求，所以求也得袂着。
所以咱来学习正确的祈祷的态度甲方式。所以牧师伫明年的一开始，我安排咱对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开始来学习，有6遍的信息，甲大家分享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来学习安怎去祈祷。然后伫明年的年中，互咱伫第一个训练小组的训练了，咱阁有祈祷甲读圣经的训练，咱做伙来学习安怎提升咱祈祷的气力甲能力。第2项是咱的不住祈祷，教会爱充满祈祷的人，祈祷才会充满这个上帝的圣殿。然后，咱若真正安尼做，圣经让咱应允，咱会领受极大的稳定甲祝福。咱看起着圣经中间即群祈祷的祭司甲利未人，当即群人要离开的时阵，伊来祝福讲：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上帝对锡安赐福互恁，因为因真清楚，如果因若谨慎祈祷，用祈祷充满上帝的殿，就会为别人带来祝福的能力。因为祈祷是带有气力的，因为祈祷是带有能力的。一间充满祈祷的教会，一定是一间充满上帝恩典的教会。这款的教会会带予人生命的祝福。我说是真较无咱的双年教会，是一间祈祷的教会，是一间祝福人、荣耀上帝的教会。我说咧看这个教会历史中间，有真侪这所谓的复兴，教会复兴带来社会改变。但是每一个教会复兴，其实我有观察出来，拢是来自一群人开始祈祷。因为一群人真用心开始祈求上帝的心意，开始明白家己的责任，开始有实践的能力，带来教会改变。整个教会改变，带来社会对社会正面的影响。我顺便伫遮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伫教会历史顶面真大的复兴，叫做威尔斯大复兴。我无足侪时间，你会当去看这段历史，你去网络顶面去找这段历史的记载。咱看威尔斯，就是伫英国南部的一个所在吼。咱看这张地图，大概是伫这个所在。第19世纪末啊，甲20世纪初的时阵，当时的英国吼，整个社会充满了贪污，真侪人爱跋筊，爱啉烧酒，啊，教会嘛失去应该爱有的本质。特别教会伫内外拢受足大的压力，外在有真侪新的思想兴起，有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弗洛伊德的这个心理分析论，这拢对传统的教会有真大的挑战。啊，教会内部有充满了真侪人文主义甲世俗主义，教会受到社会影响，渐渐失去属灵的影响力，所以教会教师一直往下，时间嘛无法度发展。但是这个时刻开始有一寡人反省，开始咧祈祷。其中有一个少年人，伊叫做伊凡罗伯斯。伊毋是一个有受高等教育的人，毋是，伊是一个，伊的老爸是咧挖矿的吼，挖矿工。因为伊的老爸身体无好，所以11岁就去矿场工作，一直工作到23岁，拢伫做矿工。但是伊受真好的信仰培育，伫教会嘛真热心咧服侍。伫迄工作中间，伊看见着伊的同伴，心中充满郁卒，下班了就去啉烧酒，生活无法度得到改变。伊看到伊四周围的社会真混乱，伊就决定开始透过祈祷来思想，我爱安怎做。所以伊先做一件代志，伊就是每一工要入去矿场进前，伊就家己用手写迄个经文，写一句经文，啊写几啊张。就分予伊的同伴入去，讲你入去的时阵，你会当看即张经文，会当来思考。头起拢去人笑，讲啊你我伫咧做代志，做工课都做袂了，搁你去看这啥物经文，搁要思想啥物上帝的话。但是伊愿安尼做，伊愿安尼做。
伊若伫即个伊的东坡顶面传福音，过一段时间了，真正产生影响力。我看到迄记载讲，伊伫课堂顶面，逐个学甲安尼面拢乌噜噜，听伊传讲休困的时阵，听伊传讲福音吼，叫有个人悔改认罪，感动甲流目屎，迄著是规个乌面顶面端两撮迄个水安尼流落来。开始有真侪人咧感觉讲，伊安尼做是真好，开始参与伊的工作。因下班了，伊就招遮个同伴讲，咱莫去啉酒，咱来教会祈祷。就开始伫教会举办祈祷会，对真少个人开始慢慢扩大，产生影响力。伊传讲的信息真简单，分享的道理真浅明，但是伫圣神的帮助下面，真侪人悔改认罪，就造成真大的影响。后来伊伫26岁开始工作，1904年开始，伊开始伫各地拢举办遮个分享报道会甲祈祷会。结果因为一群人甲伊做伙安尼做，1904年到1905年2冬中间，伫威尔士这个所在，总共有10万人悔改得救。伫逐街站的中间拢有人信主，这信主的人马上产生一种真大的效果，就是因的生命改变。对教会开始去影响因的生命改变了，整个社会风气改变，有真侪人过去去用淘汰去的物件突然间出现，因为采纳悔改，将因所淘汰摕来行用，然后毋单单伫教会中间有祈祷会，伫火车顶面、电车顶面、课堂内底、街头拢有祈祷会，大家把握时间，有时间的时阵就祈祷。阁有真大的心力，我看到我看了毋敢相信，讲咧驶马吼，咧驶迄个马车，因为过去拢用3、2斤咧骂迄马，吼啊马开会走，啊即摆开始讲悔改了，毋敢用粗话去骂遮马，所以遐马煞毋知影怎走。啊，治安社会治安真好，真侪法官无案件通审，所以律师嘛失业，所以因就去组圣歌队去世界。去演唱，法官的圣歌队、律师的圣歌队。我讲遮个，我看到遮，我嘛感觉真着惊，真毋敢相信，一个人开始祈祷，一群人开始祈祷，产生遮尔大的改变。咱今日听我咧讲这，恁会感觉好笑？难道是无事是？偌尔啊，较无讲，咱的台湾也变做安尼。如果咱的台湾变做安尼，毋知要偌好。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甲我有相款的期待，共相款的渴望，咱就互家己先诚做祈祷的人。如果每一个人拢诚做祈祷的人，咱的教会就诚做一间祈祷的教会。透过祈祷甲上帝同工。上帝要安怎改变咱的国家，咱无法度有测，但是咱确信上帝的权能如果临在伫咱这个所在，一定带来真大的影响。咱双连教会是，人拢话讲双连教会是一个指标性的教会。咱若是一个指标性的教会，咱是要用安怎来诚做当别人对咱的看法？那么讲，咱双连教会是一间有真侪产业的教会，有真侪事业的教会。而且讲，咱双连教会是一间真正会当为这个社会带来大影响力的教会。如果各位甲我有相款的渴望，咱做伙求上帝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阮愿意回应你的话，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路。阮恳求你帮助阮学习安怎去祈祷，互阮会当不住来祈祷，互阮会当透过祈祷明白你的心意，明白阮的责任，也透过祈祷有源源不断属灵的气力，为阮的国家、为阮的社会带来改变的力量。
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要所圣主的名，阿门。请咱继续起立来吟诗，俄罗上帝圣诗第263首，圣诗第263首，请起立。请坐，咱即时做伙来奉献。咱在座若有第一遍来到城里教会无填内面留名卡的，你座位前有迄个卡，请你填好，交互收奉献的执事。
请咱祈祷做伙来感谢。主，阮将金钱献伫你面前，求主你感纳，来成就主你的圣工，互更较侪人来到你的面前，互你的上帝国早早临到。阮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我即时来报告。本礼拜日是大港节的第4主日，所以咱有点到第4期的蜡烛粉红色的代表日来，互咱紧守这最后的大港节的主日，认罪悔改，心中充满感恩甲疼，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二点。咱的爱乐管弦乐团圣诞报佳音伫即个拜六下晡5点到5点40，地点是伫星光三月站前站的美万广场。请咱兄弟若拄好有去，也是讲特别去的所在，甲因做伙透过音乐来传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福音。第三点，平安暝圣诞乐。12月24是即个拜六暗时7点半到9点，伫10楼礼拜堂有咱的爱乐管弦乐团西罗亚女高音独唱，OGS 黑管团演奏，立位手中团演奏，台北打击乐团的演奏，双联儿童合唱团音乐剧的演出，所以是真精彩的一个圣诞暝的音乐庆典，请咱邀请你的朋友，也是无道友做伙来欣赏这款的圣诞乐，享受平安暝的平安。第4项，圣诞节的赞美礼拜是第后礼拜日12月25上午，咱是10点10分到12点，所以提早20分钟做礼拜。请咱爱搁较早来。我看今早起就足侪会友足早就来。做伙团练诗歌，咱若有即款的养成即款习惯，其实就是做牧师教吩咐咱的，就是讲你毋好准时来做礼拜，爱提早来，毋好准时来，你愈较毋通迟倒来。咱伫迄个12月25迄早起，几场的礼拜有一寡改变吼。第2场礼拜提早10分钟，对8点50开始。咱第1场甲第4场是就是英语的礼拜是照常，第1场嘛是照常。第5场就是青少年的礼拜，要地点改变伫北控市的教室，无伫12楼，请咱兄弟大家留意。大家请大家告诉大家哈。集体关怀本会会友江兆明兄弟伫12月17安歇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伫第7夜有一个团契的聚会，特别爱有一个调整，家己团契年终的聚餐是伫本主日的中昼12点半，就是咱礼拜三过当出发去伫海霸王，伊的地点是改伫海霸王的7楼712厅吼，7楼的712厅，毋是伫8楼吼，毋是813吼。请家己团契客友留心即个消息。请咱看第11页，有一个特别的报告是咱的社会慈善基金会伫迄个
新增有一个长照2.0的据点，欢迎大家做伙来送餐，这个低收入的独居老人伫这个咱伫三芝新增地区，咱已经有送出27000个便当，予这个低收入的独居老人。咱这个费用其实是无够，因人数也真悬，所以咱这个基金会需要真侪人来到关心、来奉献，所以有一个人权认购送餐服务，所以请咱礼拜煞，毋是伫礼拜堂厅外面，因为伤侪人，所以该伫9楼楼梯迄个电梯口遐你若捐献超过500块，因会送你一本这个桌历，2017年的桌历请咱做伙来关心教会做社会事工，来关心这独居老人。我只是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叫几位？第一位是李敏玲小姐，李敏玲小姐，好，底下哈，欢迎。第二位是陈红美小姐，陈红美律师，好，伫顶面哈，欢迎欢迎。再有一位刘聪志律师，刘聪志，好，了解哈，好，欢迎。还有吴昌石先生，好，来。其他到第一遍来，我无介绍着。咱请等下，咱遮新朋友的四周围的兄弟姊妹来引带到迄个贵宾席的所在，吼，爱望的同工会当继续来因介绍教会。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圣殿中间敬拜你。透过今日的敬拜，阮领受你大的恩典，也明白阮的责任。求主你装备阮，互阮成做一个祈祷的教会，互阮每一个人成做一个祈祷的人。亲爱的主，阮也将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医治帮赞，赐落福源的气力，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保守看顾所有的兄弟姊妹，阮的事业、阮的工作、阮的健康，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有一项代志我袂记报告有，就是后礼拜迄个圣诞赞美礼拜，应该是拢生活队来领咱来敬拜嘛其实今仔日早起的迄个吟诗真正足感动人我足想要甲鼓掌，但是佫袂使。请咱来吟上行的诗，圣诗第510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准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愿天父上帝恩典慈悲，耶稣基督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
甲大家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岛社温享受切客。